转眼已是暮秋，天高气爽，云淡风轻。漫山遍野的秋意混合着清凉的空气，让人心生愉悦，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节。今年，郑爸爸打算改造一下汽车后备箱，用一块底板的空间放下一桌两椅，让他和郑妈妈的郊游野餐变得更加舒适惬意。这是旧的板吗？125公里。
看似平平无奇的3块轻巧木板，随手打开翻折，简单几下就变成了结实的野餐桌椅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在任何风景如画的地方，仿佛把大自然变成了自家后院。这般神奇的设计让我着实羡慕，也许下一次我应该去找郑爸爸拜师学艺。不过现在我们都喝着茶，吃着时令小点，虽然相隔两地，却也是一起享受着同一份秋天的美好吧。